靠台闹起来了，闹这。这哪能闹？你他妈就叫打干呐？又杀了，还做高档又杀了。那干那咋干啥了吧？我有你的鬼蛋，那到这。你带考来考的，你带考的是哪？别动，就打把我带回呀。你带考的我去对他。哦，起码搞个康的他打。是吗？这就还不可能，都还赶上说的。那还多看没闹这哪能闹啊？哦，闹哪还？你这呢？那这一天人家看来，路还厉害哦，厉害了。到了，有呀，那么呀，这个玩意儿，就是那草地养过过来后就开了喽。知道了吧？搞了那么，今天就才当初那咱都人呢。你那不几合板嘛？我还感觉我就那个还有，一来这行娘了都人了，都人了呢。人啊，也苦累了嘞。伢就那么好这样呢？那这个够了，人家一来，搞个这个电费你看，路这这到那的，还有问题啊，很多干路啊，他都看哦。还有也有。哎呦，就我当初那干呢。我摸了那这老了这上啊马上上上啊。那这个，这个比金牛哥，哪这个？哪？说那嘿，哦，看还应该了是哦。今天那东家一塌的这都捞过来，我那俩行了啦。这个月看，这苗子种能看着他吗？打完呀。这下就种了吧？那么，就我打还多看见闹人家就闹哎。人家多看那些家呢？他干嘛呢？啊，一看。